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神甲心诚来敬拜，请咱备万心来听候上帝的降临，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上主啊，求你听我讲，在我的苦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佮听候。请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44首。第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遮济，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学乐你，感谢你的保守，通引带阮的脚步，替阮摆渡逐项的困难，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阮感谢基督耶稣的降生，伊替阮死伫死地架顶，互阮通因为信，罪得到赦免，成做新造的人。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告我通得到新的活命。每一天，我拢改掉一点点的歹习惯，互阮来像你。阮感谢你，嘛赐下信心甲阮伫地，引带阮接受你的教示，互阮来认捌你，来成做你的器皿，为你圣工所用。恳求你提起阮内心的骄傲，愿意谦卑来跟对你，互阮通听见你甲阮讲话，互阮明白家己的不足。阮所做的，拢是我靠你的恩典，达通完成。天父上帝，阮要学到你创造天地万物。你嘛创造人，互阮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阮犯罪，佮伤害这个土地，国甲国战争，人甲人相杀。上主啊，我嘛是爱感谢你，因为你是阮全能的爸上帝。但阮向你求救，互这世间的仇恨会当消除，各地的民族。用你的听，互相对待，避免战争。请你嘛祝福阮这个土地，互社会和平，原谅别人家己的不足，互相用疼心来接纳。望你来看顾阮的教会，帮助阮有信心，嘛专心来做你欢喜的工，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毋通，嘛爱顾别人的代志，用互相的关心甲支持来实现你互阮的改变，互阮扩大阮的眼光，伫阮脚踏的所在做好见证者，来荣光你的名，互你的名，阮来传福音。互众人明白你的真理，欢喜来跟对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阮还阁有一寡会友，因为身体欠慢，也是工课需要轮班，袂当来到你的面前。但是，请你游玩祝福，保守，互因平安顺遂。阮下面的时间，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地，开阮的心门，听你对阮讲话，互讲的、听的拢受到感动。这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个来交读上帝的话，伫圣经的后壁第19篇，启应文第19篇，嘛是诗篇第84篇。我来读，会友来引。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这大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
因经过大小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园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厝叩门。这声，因为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公平。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幸好你的人真福气。交谈到这。咱接下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2章1到7节，我用台语来读。所以第一，我抗命，就为着所有的人、君王、甲拢总的官员，恳求、祈祷、地祷，感恩，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凡事敬虔端正。安尼做是应该，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伊爱众人得救，得到认识明白真理。因为上帝是一位，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嘛是一位，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献本身来赎回众人，这项是伫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为了安尼，我受命任命做传道者、使徒，甲外邦人的教师，互因相信上帝，佮明白真理。我伫讲的是真的，毋是假的。圣经读到这，请煞接请信外队来学乐，因要所念的诗歌是主祷文。
这时请淡理学院的林金发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祈来祈祷。各位兄弟平安。第一堂讲国语，第二堂讲台语哦。那讲台语哦，对我来讲是遮大的挑战哦。但是呢，我勇于接受挑战啊。感谢主哦，咱拄仔听到基督文的信息哦，像你有感觉上帝伫伫咱的中间无？哦，所以咱拍破荣耀拢归于上帝。咱做阵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主，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从你来满足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活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祷告，奉靠基督的名，阿们。今日的题目是起来祈祷，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做传道者。这个经文哦，甲咱拄仔读的是同款的哦。所以上帝呼召咱做传道者，所以咱就爱做传道的代志，阿们吗？哦，所以传道者呢，圣经内底甲咱讲哦，传道者上重要，就是爱做祈祷哦。传道看为上重要的代志哈。保罗先生呢，伫遮也提醒提摩太吼。叫伊爱忠于伊所交代伊的，上重要就是守着真理。福音的本身爱守条。通命令一寡人毋通传别的教育，嘛毋通浪费精神伫个无影接的传说，甲落落长的祖谱。因为迄个呢，敢会引起辩论，袂帮助人用心了解上帝计划。所以保罗先生伫遮提醒提摩太，爱照以前伊甲伊的关系所讲的话来做，所以伊将这个命令交托伊，互伊呢伫遮会当用伊的语言去征战该赢的战争。所以保罗伫遮提醒提摩太，爱看重第一样代志，就是祈祷。伊伫咧讲，所以第一，我劝勉你。你着为所有的人、君王、甲拢总的官员来祈祷，恳求、代祷、感恩，互咱呢通过平静安宁的生活，凡事敬虔端正。战争毋是靠家己，真正的秘诀就是祈祷。祈祷是啥物呢？穆罕德勒牧师讲，伫咧祈祷的时阵呢，人心上升到天顶，甲上帝伫咧，所以祈祷就是咱甲上帝相处的时间。所以读经的时阵，读圣经的时阵，上帝降落来，甲人同在吼。所以咱基督徒上重要，就是爱读圣经，就是爱祈祷。所以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来祈祷。君王甲拢总的官员来祈祷，圣经内底甲咱教，讲安尼做是应该，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上帝爱正人得救，得到明白真理，这过程需要祈祷，为着所有的人会当过一个平静安宁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咱知影是咱的君王，以咱中华民国台湾的制度来讲，就是咱的总统，就是咱的有院院长，伫咱地方的官员，所以咱爱为咱的总统、为咱的官员来祈祷，这是伊的责任，爱互咱的，所以咱爱为伊来祈祷。所以保罗先生伫伊写的批信中呢，爱看到祈祷的代志是安怎做咧？所以保罗伫遮批中来讲着，逐项祈祷的方式，就是恳求、代祷、祈祷甲感恩，所有的拢爱用祈祷去用。所以遮讲的恳求，遮所讲的恳求，就是迫切、有特别目的的。所以在
过去这2-3年中间阮的机构呢，福音协进会过去有做一个教会发展的报告不单单是伫长老教会，就是咱台湾所有台湾的教会伫疫情底下咱教会的发展所以伫疫情底下，阮做的这个教会发展的状况甲遮阮做一个报告所以呢，我拢看到聚会的状况呢，阮看到聚会的状况呢，看到人减少聚会的人减少奉献嘛减少但是有一项代志煞增加，就是祈祷阮看到发现到讲兄弟姊妹祈祷的时间多咯因为迄当阵规定教会只有5个人会当入来尔所以咱无法度入了教会实体的聚集，所以咱拢采线上的聚集，所以来教会的人减少奉献毋知安怎奉献当然新竹区科技城市嘛当然没有什么差别可以直接信用卡然后直接用线上奉献，可是有一些增开的教会都奉献都减少遮济奉献都减少遮济，但是咱看到奉献减少的人数减少但是呢祈祷的人呢却济起来所以圣经内底嘛有甲咱讲有一个虽然不是圣经的节期，叫做普尔节那这个普尔节，我相信大家呢拢知影其中的故事当咱基督徒拄到生存的威胁的时候呢，都要通过一块的祈祷，咱来经历上帝的拯救所以咱看到在普尔节当时的犹太人，因透过敬虔的祈祷穿麻纱穿火枯的祈祷，哭泣的祷告，上帝就伸手，所以咱的责任就是爱祈祷，咱的教会嘛是爱祈祷，所以基督徒参加聚会，我相信拢遮好嘛，拄好尔。但是有当时要要求大家讲拜三还是拜四暗时来祈祷会参加祈祷，人数多少，人数是教会内底可能遮少的聚会的项目时间内底。咱大家拢知影讲祈祷是遮重要的，但是祈祷会为什么遮少的人会来呢？因为是拄到祈祷的代志的时阵就感觉讲我工课遮济遮忝的我过来教会祈祷浪费我的时间歹势我安尼讲有人祈祷就想要困甚至呢有人想到讲我抑阁遮济工课还未做好咧我无这个时间来到遮我相信有遮济理由主动咱来教会参加这款的祈祷会，这是什么款的代志呢？这就是对敌魔鬼对咱的作为所以咱对敌魔鬼惊咱的祈祷因为咱的祈祷是有权的咱的祈祷是有权的，所以圣经内底安尼讲，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讲，求就会得，找找就会找找到，拍门的呢会互恁开门伫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嘛安尼讲，我要将天顶的锁匙互你，你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你伫地上应准的，伫天顶嘛会应准。我讲安尼你听有无？我的台语还可以吗？还可以我怕我讲的不好，所以呢，我就不把它列出来的。当讲完了才把它秀出来。所以我说刚才我在讲台之前说台语讲到对我来讲是一大的挑战，但我尽量的能够讲标准一点这样子所以我刚刚听到领会的弟兄在讲的时候，我讲他台语很道地，我就开始紧张了。我的台语能讲得比他好吗？但是感谢主啦，你们还能够听得懂所以咱基督徒上重要的，咱有上帝给咱的权对吧？咱上帝给咱权就是祈祷，
所以咱每一个人，无论拄到什么款恶当等的代志，咱需要祈祷。所以顶礼拜我去琉球，不是琉球，兰屿，去到兰屿因为带学生去兰屿结业之旅，去兰屿的时阵你心中有一幅图像，对不对？兰屿那地方应该是蓝天、白云、沙滩，还要加上什么？你自己去想。但是呢，阮去到遐的时阵呢，因教阮的呢是大雨、大风，风影遮大呀，然后雨嘛落啊遮大的，雨落啊遮大的我还有土石流啊。我头一遍听讲，兰屿会有土石流啊，所以路袂当行。所以我们环岛公路呢，本来是要环岛一圈的，所以我们就披着雨衣啊，然后骑着摩托车，然后只能够从前山走。但是呢，我们从前山走，我们走到了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去到了兰屿的第一间教会。你想看卖兰屿的第一间教会伫倒位呢？伫山洞内底，即马游园伫遐，即马游园逐个礼拜有人伫遐聚会，伫山洞内底。所以感谢主，虽然阮拄着遮大的风雨，但是主也是带阮这群人去到兰屿的第一间教会去看，当时因遐的兄弟姊妹安怎迫切的伫遐祈祷。然后看上帝伫因迄个兰屿这个岛内底，安怎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因到如今，他们仍然在那个地方聚会。他们也有正常聚会的场所，但是他们在那个山洞里面，他们仍然在那边聚会，然后在那里敬拜神，在那边祷告神。所以阮去到遐，风雨遐尔大，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那边祷告，在那边敬拜，然后雨稍微停了，我们就骑着摩托车呢，就去环半岛，不是环全岛，然后去到那个教会然后在那边敬拜，在那边祷告。哇，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最印象深刻，而且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就在上个礼拜所以咱看到咱基督徒无论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咱需要什么？起来祈祷，对吗？咱祈祷会在改变环境，咱祈祷会在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咱每一个人的祈祷呢？咱每一个人祈祷，你会当关起门来，伫你兜无论你用什么款的祈祷的方式，但是上帝不单单只是要我们一个人的祷告，上帝嘛是要咱兄弟姊妹咱会当组织斗阵，咱做阵来祈祷。所以咱知影，咱即摆教会拢在推动小组化的教会。那小组教会或小组化的教会很重要，小组的最基本的成员就是2个人那2个人怎么样能够在一起然后祷告呢？所以小组祈祷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有4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咱的祈祷要简短。所以圣经内底呢，有一个上帝的祈祷文就是彼得所以彼得圣经内底讲，彼得看到风遐尔大，就惊，要沉落去，大声喊：主啊，救我！所以你看祈祷望垂听甲祈祷的内容甲长甲短无关系，也不会成正比。所以彼得这届祈祷的内容讲什么？讲主啊，救我！所以你看到耶稣即时就回应伊的祈祷，将伊为水里救起来。所以咱小组的祈祷，2个人斗阵的祈祷呢，就要简短，因为一个人的祈祷若是落长的祈祷了后呢，敢若祈祷的内容拢互头一个人讲了，第二个呢，都唔知安怎刷落去祈祷我遮伫咧讲的时阵，我看到诗班的成员都有人伫遐
有当时讲到伊的心声，毋知影是毋是哦。所以第二个就毋知安怎接落去祈祷，因为该祈祷的内容哦，拢互伊讲了啊。所以若安尼的状况发生的时阵哦，所以咱祈祷的火力动力呢就削弱了，因为小组祈祷爱简短所以每一个人祈祷结束之后呢，你唔免宣告讲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阿门。所以咱有当时养成一种习惯了，习惯就成自然了。所以咱每遍祈祷，每一个人祈祷煞了，结束了，咱拢讲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呢，第二个就唔知要安怎个启动啊。所以因为已经把它画上句号了所以你唔免特别讲煞了，你就要讲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免。所以你安尼会干扰到小组祷告的进行，所以你会当安怎做咧？当所有的祈祷拢结束了后，就会当大家宣布讲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这就是简短祷告的一种方式。那怎么样能够简短呢？就是第二个秘诀，就是单一所以咱知影圣经内底有耶稣常常去的家庭这个家庭内底呢，拢总有3个成员2个姊妹甲1个兄弟所以呢，圣经内底有一解安尼讲这2个姊妹呢，差人去见耶稣，讲主啊，你所听的人破病了你所听的人破病，所以咱特别的祈祷，每一届的祈祷只为着一项代志，所以小组的祈祷咱若要对所以每一个人的祈祷呢，就要为一项代志来祈祷。所以你大家拢为着一项代志来祈祷的时阵呢，你的祈祷呢，自然就对。所以有人若伫一届祈祷中，若每届开嘴祈祷的是为这项代志祈祷，搁为别项代志祈祷，搁为第3项代志祈祷咧，刷落去，迄个人开嘴要祈祷的时阵，都唔知影讲伊要为第1项、第2项还是第3项来祈祷。所以我们说的国语说的叫做失焦了。那台语我不知道失焦怎么翻了，国语说叫做会失焦，所以没办法。对着目标，然后去进行所以我们说自然就可以简短。假如我们只为一件事情，个个为一项代志来祈祷，大家拢为这项代志来祈祷，自然就会对自然就会对所以呢，你若是每届祈祷的时阵拢为大项代志来祈祷呢，所以就有当时刷落去来祈祷的人，都唔知为某一项代志来祈祷。所以我们看到这2个姊妹马太甲玛利亚，为着伊的兄弟拉撒路破病，伊的祈祷呢，就遮简单呢。伊差人去甲主讲，主啊，你所听的人破病，虽然咱看到耶稣无即时就去伊遐。但是耶稣听到就甲因讲，这病未得甲死，是显明上帝的荣光，通互上帝的囝对这项代志得到荣光所以咱看到最后，互耶稣路从死里搁活起来所以咱看到咱的祈祷上帝会伫遐参与，上帝照咱的祈求来成全这件事情所以咱第3个步骤是什么呢？第3个步骤呢，就是串接就是串接。所以咱看到咱初代教会建立上重要，就是伫马可因兜的楼顶我们咱称作马可楼。所以伫马可楼的楼顶呢，有遮侪人伫遐祈祷照耶稣的吩咐，因等候圣神伫降临伫因身上互因有气力，所以咱因伫遐祈祷了后，咱看到圣经内底甲咱讲，因信心就临到因的身上，因就得到能力，所以因就开始伫因厝内底建立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就是伫安尼的过程中间来成立的。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来讲，因甲几个妇人人，嘛有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甲伊的兄弟，拢继续同心合意，迫切祈祷。
所以咱小组祈祷的巧妙，就是一个一个串接做伙祈祷。这毋是祈祷结束的串接，而是祈祷的代志、事项的代志的串接。所以头一个人为某一项代志祈祷，所以有同款负担的人就串接落去祈祷。所以一个接一个，每一个人开喙祈祷了后，直到感觉讲祈祷有够啊，差不多啊，或是其他有负担的人呢，这个时阵呢，就另外各为其他的代志来祈祷。所以串接的祈祷呢，上简单，带来咱讲的同心合意、迫切祈祷的这种果效。所以《使徒行传》内底第一章内底所讲的，伫马可罗内底，拢总有120个人伫遐祈祷。所以因伫遐祈祷的时阵呢，只为着一项代志，就是上帝灵信心爱甲因同在，互因有气力，有气力。所以因得到这个气力了后，还病了后，因就开始来分享耶稣基督。所以因到每一个所在，因就开始甲人分享耶稣基督。所以咱看到咱祈祷的时阵上重要，嘛是每一个人的祈祷会当串在一起。所以就敢若咱富人人红仔棍顶头有一个破链，对吧？项链那个项链就是一颗颗然后把它组成起来的那一颗颗叫做裸钻。但是这些裸钻呢，假如用一根绳子把它串在一起，就变成项链，然后项链挂在妇人的脖子上，就显得价值就不一样了，不是嘛？所以咱的祈祷，咱每一个人祈祷呢，会当串在一起，所以咱的祈祷的价值是悬的，是济的所以咱看到，咱能够串接在一起。第四个祈祷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呼应。第四个就是呼应。所以咱看到启示录内底，老约翰伫天顶看到天顶的敬拜，所以咱看到天顶的敬拜，有济人伫遐，有天军万军，还有长老也在那个地方彼此的呼应。我们也看到敬拜就是一种祷告，祷告也就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透过敬拜，透过祷告来看到上帝的荣耀在线。所以伫启示录第5章11到14节内底咧讲，我阁看，我有听见千千万万天使的声音，因拢围伫个宝座外幕，以及长老的周围，大声讲：受杀害的羊羔应该得到权能、富裕、智慧、气力、珍贵、荣光、甲恶乐。我阁听见，伫天顶、伫地上、甲地下、海里、甲宇宙间一切被造物，拢讲愿颂赞、尊贵、荣光、权势，拢归乎伫坐宝座迄位甲羊羔，代代无尽。伊四个活物应讲阿门。遮长的，但是读了还阁遮顺的啦所以这四个活物拢伫应讲阿门，迄个长老就压落去敬拜。所以启示录内底所记的天顶的颂赞甲祈祷，拢有强烈的对应，都是大家伫遐彼此的对应。因此，当有人祈祷的内容拍动咱的心的时阵呢，你会当轻声应讲阿门。你会使轻声应讲阿门。你会使轻声应讲阿门。安尼的状况呢，就安尼应答的状况，就会当鼓励祈祷的人嘛，嘛会当带来更大的祈祷的气力。只是应讲的时阵呢，唔通变做别人祈祷的结束，所以嘛唔通大声颠倒干扰的别人的祈祷。圣经内底讲，长老甲四活物天使讲，彼此在那边应讲，会当听做别人的帮助。所以咱知影阿门呢，翻做起来就是诚心所愿，同意我以上所说的所以你只要轻声细语的讲阿门就好互别人听到。所以呢，安尼就知影讲
原来咱为了这项代志，你想的我想的，拢总是同款的只是伊先应讲，先讲出声来安尼尔。所以咱用即款的方式会当来做咱两个人斗阵或两三个人斗阵的时候，祈祷的方式，安尼呢，咱的祈祷就会当对焦拢为一项代志来祈祷，以至于不至于失焦所以咱基督徒祈祷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所以咱祈祷的根基伫倒位咧？咱的祈祷的根基伫咧咱基督耶稣的身上，因为拄则咱伫咧读的圣经内底嘛有甲咱讲。因为上帝是一位，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嘛是一位，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献本身来赎回众人，这项代志伫拄好的时机就得到证实。福音的本身就是要宣扬耶稣，上帝透过耶稣的降生、受死、搁活，将救恩带到人的中间。耶稣呢？圣经内底讲，伊已经做好伊该做的代志，伊献上本身来赎回众人。这项代志伫咧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就是耶稣为咱死，为咱搁活所以耶稣已经做好伊该做的代志。接刷落来呢？刷下来是虾米人爱做？刷下来就是咱爱做。刷下来就是咱爱做。所以第二个证实就是你甲我，因为咱拢为罪恶中互救出来。只要有一个人得救，就证实耶稣是真的。耶稣搁活在咱的身上，所以咱将耶稣传出去，只要有一个人相信，咱就是证实耶稣所讲的，耶稣所做的，就是真的。所以咱每一个人即马就是咧等耶稣转来的时阵，因为耶稣讲伊阁会转来，所以所有的人若亲目睭看到伊的时阵，咱就知影这是真的。所以无信伊的人，就遮悲哀的，嘛在一种恐惧当中。所以咱爱将耶稣的救恩遍满将全地，需要做啥物呢？需要祈祷再祈祷。所以保罗伫遐嘛劝勉提摩太，使万民万人爱得救，需要祈祷，需要祈祷。所以咱一定爱靠着信心，随时祈祷，为众圣徒祈祷，也为咱的牧者祈祷，嘛爱为咱的君王，为在位掌权者来祈祷，嘛爱为咱家己来祈祷，会当互咱大家放胆传上帝的救恩的真理，就是来传扬福音，来传扬福音，所以咱的祈祷就伫咧耶稣基督内底，所以保罗常讲，伊传的是真的，毋是假的，所以咱嘛是传真的，嘛毋是假的，因为耶稣已经搁活伫咱心里，所以咱爱将耶稣搁活的真理呢传扬出去。所以保罗最后保罗伫遮嘛咧讲，为着安尼呢，我任命做传道者、使徒，甲外邦人的教师，互因相信上帝，佮明白真理。所以我讲的是真的，毋是假的。咱就是爱将耶稣的救恩传遍天下。所以呢，咱就起来回应保罗的提醒，为所有的人、君王、甲拢总的官员来祈祷。所以科沃牧师安尼讲，祈祷呢，毋是最后才采取的手段，祈祷呢是咱首先的资源。所以上帝已经将这个权柄予咱呢，所以咱爱定定为咱的环境，为咱所关心的人起来祈祷。所以最后呢，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拄则咱有听到诗班伫遮唱的内容所以
非常的澎湃，然后让我们感觉到神与我们什么同在的那个恩膏，对吗？所以主祷文内底安尼写着咱做阵来读啊，你嘛会当念互我听者安尼啊，来，咱做阵来读，阮的。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恶袂起的时代，叫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所以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会当家放伫咱的生活中间。所以咱常常爱为咱所关心的人，为咱的环境，为咱的官员，为咱的总统来祈祷。所以安怎来祈祷呢？说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伫我的厝的，愿你的圣名伫我所关心某某人的身上，愿你的圣名伫咧咱大总统的身上，伫咧我五院院长的身上，伫咧新竹市长的身上，这重不重？这重不重要？所以咱会当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甲咱生活中所关心的人、所关心的事呢，放伫内底。所以愿你的圣名伫某某人的身上，受尊崇。搁煞咧，愿你施行你的主权，伫某某人，或某某官员的身上，亲像伫咧天顶求你今仔日赐我啥物？赐我智慧，赐我有恩典，赐我食，这重不重？这重不重要？所以求你今仔日赐我需要的食物所以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求你赦免阮的辜负嘛亲像阮嘛有赦免阮某对我的辜负，因为昨阮某有念我，所以昨我做一项代志，我你若安尼，叫你小练一下，西瓜小练一下，那雄安尼，PPT 跳跃，因为我昨天去到南部，有一个大会，然后我自己控制那个 PPT 诗歌，谁知道我跳了一页，他说他就不知道怎么接，然后回来以后就念我，你怎么可以跳跃呢？所以呢，所以我下面你了。所以咱生活中，祈祷文好不好用？很好用对吗？所以我心内有一个 OS 我是无说你安尼尔，你就互你讲到安尼所以有当时咱生活中，咱就常常用主祷文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放伫咱的生活中，为咱所关心的人所拄到的代志咱来向主来祈祷圣经内底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所以阮担当袂起的试探是啥物？我毋知影。每一个人拄到歹、拄到恶担当的试探，我毋知影是啥物，只有你家己知影。但是你无讲出来，上帝虽然知，但是上帝一直等你甲伊讲，不是这样嘛？所以咱要常常将你心中所想的所拄到的代志，甲上帝来讲所以我拄则讲咱的祈祷就是甲上帝对应讲话所以你恶担当的试探是啥物呢？所以你会当求上帝帮助阮求阮脱离迄个邪恶者我拄到的歹是啥物呢？恶拄到迄个歹是啥物？我毋知影，
只有你家己知，所以你会当把你的歹放在这个祈祷文内底所以求上帝帮助我脱离迄个恶，脱离迄个歹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所以咱用主祷文会当来成做咱每一个人生活中的祈祷的内容所以各位兄弟，今日咱伫个聚会中间，上帝嘛甲咱相合伫咧。你愿意将你的代志、你的环境交托予伊嘛？所以咱今日大家嘛用这个主祷文填充题然后你把你的环境、你遇到的事情、你关心的人、你想到的谁，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咱今日伫这上帝的殿里面，我们就开声向他来祷告。我邀请你一起，可以吗？好，所以我们就照着 PPT 档这样子来进行好，所以我们当声你讲你的就好你免管别人讲什么，你只要高高甲上帝讲就好好，所以咱同齐同声开嘴来祈祷来请。阮的弟爸，愿你的性命伫阮兜受尊荣；愿你的性命伫阮这土地受尊崇。愿你施行你的主权伫阮兜，亲像伫个天顶伫个阮的国家，亲像伫个天顶共款。今仔日求你今仔日使我有够用的智慧气力使我会食的物件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我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阮担当袂起的试探无感谢主求上帝帮助我求我脱离迄个邪恶者我拄着恶，目前无感谢主，求上帝帮助我脱离恶，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所以，咱基督徒用上帝教示咱的祈祷，用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来祈祷。所以，祈祷简不简单？很简单只要你愿意开口。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将你的生活、将你的环境、拄到的所有代志，你拢会当甲主来开嘴祈祷。所以咱今仔的题目讲起来祈祷所以咱基督徒很重要，都是起来祈祷有一首诗歌不在里面，没关系，就用这首。好。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挑战。今天在这里，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一切，愿意把我们所在环境当中所遇到的，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愿意交托仰望。愿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一生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愿意照着你自己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向这一位至高神荣耀主来祈求。愿你的权柄，愿你的能力藏在我们的当中，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无论在生活当中大事小事，都能够学习的交托，学习的仰望。愿圣灵的恩膏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
在今天我们所听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要起来祷告，我们也要紧紧抓住这样的一个恩典，透过祷告，我们来经历神你自己荣耀的作为。愿圣灵的恩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日子里面都充满从你来的那个美好的恩典。感谢主，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愿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蒙你自己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告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撒过来念回应诗，圣诗第164首，第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请大家起立来念全首。请坐。这是咱的奉献，为应上帝听甲恩典，请事献的同工。
请大家起立，咱来吟圣诗382首。音线请人工祈祷。咱三角来祈祷，听阮天父上帝，感谢你将阮逐日所需要的赏赐互阮。主啊，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会当伫遮献上阮所有的来献上互你。主啊，求主你来帮助阮，因为阮所有的拢是你所赏赐。求你驾驶，求主你引带阮，求主你保守阮，互阮会当来遵探你的旨意来使用你所赏赐互阮的资源。愿咱的祈祷恳求，拢是外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首先来介绍今日新来的朋友。头一位是蔡东洲和因太太张宝环，因后生蔡慧宇，欢迎欢迎，因伫屏东来东港教会啦，欢迎大家来到阮斗阵。第二位是刘范章先生。伊是杨慧珠姐妹的先生的好欢迎。因查某囝是刘志彤请坐。我只简单报告一下消息，补血的消息。今日主持是代理学院的主任，邀请灵恩法牧师来讲道两堂礼拜华语和台语。真感谢伊的。讲道内面有理论嘛有实践真赞。代理学院今年5个毕业生啦起初咱上早是对刘亚青开始后来佩宇茂荣即摆因拢是毕业的，即摆这个5位还有1年级的欢迎有意愿的都可以来加入了有关赖香明牧师要就任的代志牧师馆已经即摆因租迄个厝已经整理差不多啦感谢总务组6月预定6月17要搬啦初5咱就要去献聘，去中华献聘所有聘书了，伊就7月初附近8月11日就任的今日礼拜。第3点是社青团体也至于还有学青学青团体，社青学青团体，因这2天去花莲旅游啦灵修愿上帝保守路上的安全第4点是公园，阮教会内面的长者健康促进活动第6摆第6月14要举行，请大家报名参加。美比古伫6月15早起有一个祈祷会、神机祷告会欢迎家长囡仔拢到阵来参加啦欢迎今日金怀牧师的讲道。青少年情感教育的父母成长课程这是迄个嘉豪因翁某咧主理这礼拜是伫1楼上课
拢总是6摆，这摆应该是第3摆了吼。第5期的生活小组，一组伫拜六下晡，一组伫礼拜日下晡吼。第一个是伫生活美学，一个伫6楼吼。美比古暑假营会伫8月初1到初3，伫圣极学院3天，报名费是3000，本费会补助1000，国校2年到6年都通参加，报名啦，且甲陶师园姐妹接触，所以我牧师补充的无？我们蔡东洲弟兄吼，伊是东港吼，东港教会甲东丽长老应该做熟识啦吼，安尼，因为东港我家己是迄个屏东和平吼，所以可能咱屏东来吼，咱做亲戚吼，即马差不多新爹家嘛拢真熟吼，所以有时候他乡变故乡，所以咱拢伫安尼逐位所在安尼流来流去安尼吼，所以咱拢伫座位内面，我非常欢迎。那今日特别，咱有邀请迄个林金华牧师来到这个中间，已经3年来到这个所在。那因为伫淡伊利学院中间，咱有几位咱的会友，拢去有真好这训练。训练了后，伫咱教会拢有真好这服侍。伫参与真侪教会服侍内面。非常多谢因对咱的会友中间的一个做就训练。所以这中间呢，已经比较有貌容茂荣，即摆是圣歌队者吼，甲咱的佩瑜吼，然后今年毕业的5位，素琪师母信佑孝先执事苏菲，还有雪涵，明年要毕业是蔡正哲吼，所以过来位，希望咱会友，你可能无都有迄个机会读新人院，但是有实际上这个服侍训练，这是非常好的事吼，互咱伫教会服侍，会当安尼真亲密。所以咱现在要请迄个要请牧师来分享迄个但以理学院的，好，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丰荣牧师，我姓陈。每次我们到教会去的时候，有人就会介绍说，我们欢迎金发丰荣牧师，然后他们就开始找金色头发的丰荣牧师。有听懂我的笑话吗？金发牧师姓林，他的法是法律的法，可是有人以为只有一位牧师是金发的丰荣牧师。好，你们笑了，很棒。你跟隔壁人说，你真的很棒，笑出来了。好，我感谢上帝哈。其实我的孩子也在一个长老教会指挥诗班，所以我今天一听到你们的歌声，我觉得倍感亲切，而且你们唱的真的很棒，你们非常棒，感谢神啊！对，然后在歌声中真的是听到那种上帝的爱跟安慰。那我也在想一件事，我从小我家己伫台南大汉的，所以我感觉上帝对我有一个呼召，就是我虽然有机会读音乐，但是上帝望我会当，因为我学的物件会当传福音，互我的家，我厝内底的人。所以我伫高二的时阵信主了后，我就开始一直祈祷，我望我会当传福音，互我厝里的人。所以我就传福音，阮爸爸、阮妈妈、阮2个哥哥。所以我即马厝里内底，剩阮妹妹，因徛伫台南东区东门长老教会附近遐。我妹妹甲我袂使，我嘛传伊爵士袂洗咧。但是伫这个过程内底，我感觉方法真正足重要。所以在座的兄弟姊妹，请问你信主敢有超过10档啊？咱有超过10档的举手者好无？哇！你甲隔壁讲你是资深基督徒，对，拢是吼，很棒。但是有一天，咱会转去天父遐，天父会问咱讲，敢有啥物人、某物人，因为你来到这个所在？我有一天转去天父伊的怀抱中的时阵，我邻捌的人拢伫遐，
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用短短2天的时间来受训练，会当上帝装备你，会当真做一个团队里面的高手。莫去想你有几岁，因为其实阮即摆上课的年龄层很宽。每一个人受训练了，伊就会当知影那传福音和处理的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厝边隔壁，所以在座你会开始祈祷。阮每一个拜三伫迄东光路吼，迄种下骹是合作金库甲文具王迄楼顶老楼甲高楼的所在，一礼拜甲一天尔，阮阁有寒暑假，阮阁有毕业旅行。上个礼拜去兰屿到金门毕业旅行是小 case， 我有一个大的毕业旅行。你跟隔壁的说，请跟隔壁的说，单一里的毕业旅行是去以色列，跟他说一下。没有人握吗？没有握的吗？对，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到圣地去走一走。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有感动，请你会当找牧师，会当找佩瑜，也是迄个茂荣甲肖先英，当摕报名表。阮即马开始报名，阮10月份上课。阮报名进刷了，阮有一个面谈，毋是面试，毋是考试。面谈就是甲你分享课程的内容，为你祈祷。吼，阮2天的时间。其实2天足紧的过，我想咱人的一生，那么不管长或短，用短短的2年受装备，能够被上帝更大的使用，我相信这嘛是上帝伊恩忙咱会当安尼做。所以兄弟姊妹，请你甲隔壁来讲，我在主里看好你，跟他说一下。好，谢谢丰荣牧师。我很羡慕他们，他们完全靠信心。好，接着咱来上演，祝福车肯的诗歌397首，请大家起立，音线请林牧师来祝祷。我们一同低头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信心的团契，甲恁大家同在，直到永代。阿门。请坐，请坐，别倒。